林志儒，人家大家就很给舞蹈，因为给亚甲天是有青岛的作品，那个作品没有青岛木腔样的故事风格形式。那像给底下甲天是的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作品，就值得大家来看，因为青神期的人一些人，我说给做的东西咩青神期。较大地，唔拉啦，吹到用我死摕咧，古神王古哦，牙齿牙大，讲水真好吧。客家话这东西，说老实话，我内心的 OS， 大半啊，泡酸，哈嘎希杀青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个感觉，哈半没泡给他啊，阿没爱。台卡都不会讲，为什么？我这样最大的问题是我拍客家戏最大问题是我是客家人。你讲的正不正我太清楚，那个东西很容易影响我，对，不断的骚扰我，你知道？就是你每次是你看到演员很辛苦在那边讲哈，在那边一直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讲都不正啊。这一次是我最感怀其心的一次，是因为。所有的演员都是用客语当母语的，所以最放心的玩。看见树啊，你吃你了，奶破了！吃了，兄弟，吃了。还有来了，还吃你了。考量很久，后来觉得班底他可以带，他的经验好，他可以带。唔了解啦。我冇學過，我用唔了解咯。冇共用嘅東西啊。冇共用哦。冇肯用啦。我表演不看，唔做表演弗朗明哥不愛看，好嘛？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阿嬷，那个阿嬷关姐，好，关阿姨，演戏几年了？哦，快10几年了。是哦。可是都没有讲过台词哦，他还是有看剧本，很认真。因为第一次有那么多台词，他以前的戏都没有嘛，所以他都我叫他进在供了，他没有办法进在供。但不，我其实很不满意在现场，我有点好了，摆在一边好了，算了，反正我就弄一些台词给他讲，他就讲的我也不是很满意这样子。虽然因为我蛮难改变他那个怎么，因为你也知道老人家，可是他剪接的时候我就吓一跳。哇哦，有一个调子，那个调子很棒，一个独特的调子。日本平常是按包用板戏，我有冇喊唔買按道菜，唔想可以喺路卡哈。東西有冇快，當平常就好了。做路快黑的，我是可以採過。暖一下之後咧，唔好大聲。一龍，我就約在咖啡廳看，因為當然我有看過那個 YouTube 的一些影像啊，大概看到起笑笑的，我就等待他不笑的樣子，不笑，有點兇其實當初就有這個感覺，因為我會發現兇的時候就開始那個瞬間猙獰都會，當他不笑了，再喝口茶，我趕快頭低下來喝茶，趕快那個瞬間會把人物在你想的劇本裡面的跑，他兇的時候在那一場，大概這個一分鐘的時間，很快的那一場會變怎麼樣，那一場會變成怎麼樣，他這個樣子變怎麼樣，跟班班配會變怎麼樣，至少外表上做得嘞。屯帶來嘅。哦，強用暗慘。係哦，好啦。
给帮助啊，有一张毛的啦。那希望吃宽那样。对，当然最难的你没办法预测，都会改跟按多层次的承载量。哦，对，那你单一情绪按你做，我想很多素人都可以，可是有些不同情绪跟承载量去怎么弄？无啦，就遐行行看看啊啦，也着辛苦的哦。哎呦，死我要掉！干嘛啦？有必要这样吗？啊！你那个吗？有必要这样吗？大家话好讲嘛！干嘛对女孩子这样子啊？你当初为什么想做这个题目？其实长照了，好，真景都会长照。长照的时候，我想到的真景就是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一张，最印象最深刻。我们知道媒体都会嗜血啊，就是一个有地类阿达的20几岁的25、6岁年轻人脱光光在街上跑，被送到派出所。然后当然用毯子把它包住啊，记者都黑啊，对啊，什么漏尿狂、尿奶变态，这样的形容。哎 ，Poloki 看到旁边呢，看到他妈妈，秀乖啊，你怕哈，妈乖妈带你回去。那记者就啊那种印象很深刻，对。就所以，我第一场戏就是脱光跑，然后就想到长照，想到乡下懂卖药的。啊，那个东西，他那些的互动，然后就想一个卖药的一个黑猫，一个妈妈黑猫，他们的生活。以前呢，以前在乡下看到那些，都会觉得，你看他穿着那种衣服，这边有交叉黑的那种黑猫型的那种浓妆艳抹的那种那种，你就看哇，他们生活不晓得会怎么样，我就想写一个这样子的故事。